好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咧，就係呢一個咧，即係主持500年啦，就係呢個被擄時期同埋被擄後咧，交界嗰個時間所寫書寫嘅以西結書。好，咁天父咧都竟然以人子稱呼咧就係以西結，咁應該舊約嘅宗裏面咧係唯一一個啦。咁而咧喺新約中咧只有耶穌咧會用人子嘅稱號啦。咁原來咧天父即係會差我哋去特定嘅群體啊。如果咧天父咧吩咐咧守望者對某個群體告誡咧，守望者講咗，佢哋唔聽咧，罪責就喺佢哋。如果守望者冇講到咧，個罪責就喺守望者。呢個原則我真係要好好記住。咁另外咧，當呢個以西結咧係30到33歲嘅時候咧，咁樣咧就佢又有以下嚟嘅分享，就係關於佢呢一方面嘅。咁主要內容就係講緊耶路撒冷必遭報應啦，猶大人咧必知道天父為耶和華。咁天父咧有規則啦，不過以色列人違背咗，南國嘅猶大人亦都違背埋喎。咁即係咁信咗主咁耐，我哋咧有時會違背，其實都好正常啦。咁所以咧要提醒自己，就算做唔晒都好咧，都要以天父嘅規則為最高標準，要持續追求，亦都係把尺咧協助自己嘅人生去畫一條正線。咁天父咧執行紀律之前咧，會透過咧先知去警告啦，會透過咧先知講比喻俾我聽啦，聽唔聽改唔改就交俾我哋啦，唔聽唔改，咁神咧就會用佢嘅方法啦去懲治我。